Global X 國指成分股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 3416，而家可以喺盈透證券進行交易。未來資產集團係專注於開發主題型同收益型投資策略嘅領先公司，對被對認購期權策略擁有多年嘅投資管理經驗。被對認購期權屬於收益型投資策略，旨在為投資者每月提供相對穩定嘅現金流。未來資產嘅 ETF 品牌 Global X 推出咗首個喺香港上市嘅被對認購期權 ETF。Global X 國指成分股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 3416，儘管呢個策略喺參考指數上漲時會限制上行潛力，但係喺市場波動期間有可能為投資者每月提供額外現金流，優化你嘅回報，享受潛在嘅每月分紅分配，無需支付代收股息手續費。喺盈透證券開設賬戶，開始投資。